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疫情这段时间，咱拢知影讲买防疫医疗物资，无论是快筛试剂，或者是喙炎，拢一定爱有医疗许可证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许可以许第二条。许嘛有人读做虎，这是文音。许本来是讲答应人的声，咱讲许可，嘛会当讲是许准、许可的牌，咱讲是许可证。另外，许嘛有望好好的意思，咱讲许配，就是配做夫妻。这意思，咱讲许多，这个许多的词，伫咧古早台语字典都有。另外，咱读白音读做苦，像讲较早有一位已经过身的笑话名册叫做苦不了。另外一位传统布袋戏头手师叫苦王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读做许可，意思就是温准答应。啊，若是温准的牌，证照咱讲许可证。第二个词爱读做苦真人，就是大道公保生大帝，嘛是古早医生界药商装牌神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当年旧历3月15，就是苦真人圣诞。今年因为防疫的关系，这间庙特别规定爱做过3期疫苗，无发烧才会发许可证，许准入去到庙里拜拜，参加做酒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许，嘛人读做虎，这是文音；白音读做苦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